新年快樂！呢條片播出嘅時間咧，應該係2026年嘅1月1號啊！新一年大家有啲咩期望呢？如果由今日開始改咗一啲會令你揾唔到錢嘅壞習慣，你認為好唔好呢？由我自己做銷售開始啊，到而家做銷售培訓咧，大話都做咗接近20年。我發現好多銷售人員咧都有一啲壞習慣，無論係我以前嘅自己，又或者係我做客人嘅時候遇到嘅銷售人員，又或者係我做銷售教練嘅時候，我遇到嘅學生，都或多或少咧有呢一啲壞習慣嘅。而我將呢啲壞習慣總結成為5種，呢5種壞習慣非常常見。如果你中咗是但一種咧，你嘅銷售成績應該都唔會好理想。但係從正面嘅角度講，呢啲習慣如果你可以改咗佢，你嘅業績咧亦都可以有突飛猛進嘅成長喎。嚟緊就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呢5種壞習慣。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第一種亦都係最常見嘅一種大家要改嘅銷售壞習慣咧，我稱之為人肉說明書啊！見客嘅時候拎住份產品資料咧，就瘋狂輸出，把好似機關槍咁打。由公司嘅威水史講到產品嘅幾十項功能，但係由頭到尾你冇了解過個客佢需要乜嘢嘢。冇幾耐之前，我同內地一間 AI 公司開會啦，喺會議裏邊咧有一個呢一間公司嘅中層銷售人員向我推介佢哋嘅 AI 工具。我哋大概開咗45分鐘嘅會議，喺呢45分鐘裏邊咧，佢不斷強調呢個 AI 工具有幾多功能，公司嘅開發團隊有幾咁專業，而家嘅價格有幾咁優惠，甚至乎佢仲講解咗幾個佢認為我有需要嘅功能。我強調係佢認為我有需要啊，但係佢連最基本了解下我有乜嘢需要呢一步佢都冇做到。喺度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，當一個客願意去見你嘅時候，一定代表佢心目中有啲嘢求嘅，否則佢係唔會願意花時間去應酬你嘅。所以喺你同客戶溝通嘅過程之中，最重要嘅唔係去介紹你嘅產品，而係了解佢有乜嘢需要，唔好成為一個人肉說明書啊！第二個要改嘅壞習慣咧，就係玻璃心。啲客一開口話唔需要話考慮下太貴啦，甚至乎直接拒絕你啊！你內心就大受打擊，被拒絕1次傷心，被拒絕2次流淚，被拒絕第3次就直接想遞信辭職。大家必須要明白，銷售係一個概率嘅遊戲嚟㗎。再勁嘅銷售人員都會有成交唔到嘅個案，被拒絕係銷售嘅日常嚟㗎。我唔係叫大家厚顏無恥，但係個別一個客戶嘅成敗得失，其實真係唔使睇得太過重要。正等於捉棋，輸一隻半隻棋其實唔緊要，最重要係成個棋局你最後勝出就得啦。呢種心理質素咧，我認為每個銷售人員都應該要具備嘅。第3個壞習慣，拖延症啊！有好多銷售人員咧，你話佢懶佢又唔係，但偏偏好多嘢佢都中意拖慢嚟做嘅噃。美其名就係慢活，唔好聽嘅就係拖延。例如有客 send email 或者發信息嚟查詢，有啲銷售人員咧就寧願睇埋條片啦，打埋鋪機啦先回覆。但係當佢睇完片打完機之後，就已經唔記得咗件事，最後隔咗2-3日先覆，甚或至不了了之。仲有一啲人咧做嘢咧好睇 mood 嘅喎，未有 mood 嘅時候咧就乜都唔想做，要等到有 mood 啦先開始做嘢。當然，如果你嘅條件容許你將睇片、打機等 mood 到呢啲嘅事情嘅重要性放喺賺錢之上咧，你係可以完成咗呢啲事先去揾錢嘅。但如果你冇呢個條件嘅話，就請大家唔好再咁任性啦。除非你賣緊嘅產品有好高嘅獨特性，否則效率都係一個你同對手之間嘅戰場嚟㗎。人哋收到一個 WhatsApp 查詢，10分鐘之內回應，1個鐘頭之內通電話了解需求，3個鐘頭後出到報價，第2日簽單成交，你拖1日啊！就算你嘅產品真係比其他人好，你都已經輸咗張單。所以記住戒咗拖延症佢啦。第4個要戒嘅銷售壞習慣咧，就係過度重視關係啦。有啲人咧花好多時間去交際應酬嘅，有活動就去，有飯局就去。佢哋嘅想法就係參加呢啲活動咧，可以識多啲人，透過建立關係就可以做生意。但係大家要知道喎，商業最基本嘅邏輯係價值交換啊！你提供一啲我需要嘅嘢，我就俾翻啲你需要嘅嘢你。喺互相都有大家需要嘅價值呢個前提之下，建立關係先有意義嘅。所以我並唔係反對大家去建立人脈、建立關係，而係應該先確立咗你提供乜嘢價值先，再透過人脈去將你嘅價值輸出。相反地，如果你做銷售係好高度依賴人脈同埋交情嘅話呢，某些程度上反映咗你提供嘅產品同埋服務呢係冇乜價值嘅。如果唔係，點解下下要靠人情、靠關係嚟去成交呢？
最後一個壞習慣，冇準備就去見客。好多人見客咧，覺得自己做足晒準備功夫，例如咧帶齊晒啲產品單張啦，帶埋部 iPad 啦，執靚咗自己個樣啦，預算咗足夠嘅交通時間去見客啦，等等。呢啲準備功夫咧係要做嘅，但係唔足夠。除咗呢啲之外咧，你喺見客之前，你要對客戶嘅近況要有基本嘅了解先。例如你去見一個公司客戶嘅公司近來有啲咩新嘅產品咧，人事上有咩調動咧，有一種準備功夫咧係好實食嘅。就係市場情報，例如佢嘅對手近來有啲咩動作，市場近來流行啲乜嘢等等。又或者你喺見客之前，可唔可以準備定一份資料，詳細列出你同競爭對手之間各項細節嘅比對。呢啲準備功夫可以令你喺面對客戶時留下一個專業同埋認真嘅印象，對你成交係好有幫助㗎。呢5個壞習慣，如果你有其中一個甚至乎多個呢，咁就趁住新一年開始下定決心改咗佢啦。如果你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